经过几千年来的繁衍进化、研究与筛选，我们即将迎来拯救蓝星计划的最后一步。最强胚胎将在成长为完全体后，在距离入侵地点最近的一场足球比赛中，在设计好的时间、设计好的地点、设计好的力度和角度，一脚拯救世界。我叫品翔，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。要不要加入杰里足球队，驰骋在绿茵球场上呢？第一次见到如此仁慈的上野奇草，难道他是来拯救足球队的英雄？厉害你妹啊！他毫无球技可言的。不会踢足球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以为我会呢。爸爸，对不起，可能我根本不适合踢足球。